隕石撞地球嘅威力究竟有幾咁犀利呢？一粒直徑5米嘅隕石，距離地球40公里嘅高空解體，產生嘅爆炸威力咧，相當於半個廣島原子彈一樣咁犀利。喺琴日嘅茂名，好多街坊都親眼見到，攝像頭都影到。喺茂名嘅上空咧，疑似出現咗火流星。我哋可以喺多一個視頻畫面睇到啊，隕石官方叫火流星喺茂名上空經過嘅時候咧，本來黑掹掹嘅天咧，即刻好似變到天光咁樣。嗱，大家咧千祈唔好睇少呢啲隕石。如果呢啲隕石咧砸中喺人口密度大嘅東京或者係華盛頓，分分鐘咧就可以造成1000幾百人嘅傷亡。所以巨型嘅隕石咧，相當於就係一粒唔帶核嘅洲際導彈。